免问题，啥物要介绍？阮介绍什么话？学点这耶道三个民家的理生，讨耶稣修灵波米欧拉波，学点这耶道三个。三个民家的理生，民家的理生讨耶稣修灵波米欧罗波修灵波民欧波点这里到三个民家里理生讨耶稣修灵波民欧波学点那些这里到11头，还有一个呢，12个徒弟，还有一个呢，那个犹大掉进死了，他出卖了耶稣。第三个民家的理生，讨耶稣修，就是呼灵波米欧崩在那山上来，崩就是风。学点这耶道三个民家的理生讨耶稣修灵波米欧崩，只有11个是徒弟了，还有一个犹大出卖耶稣，后来他自杀了。他们这修赛的犹大，他们这修赛的。要做就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做兄弟。